一個人，有了感覺，但是卻焦慮，那潮水的感覺。想像或者在思想，多麼危險，太過衝動，思想充滿邪惡，愛上一個奴隸，好像內心是在排斥性，使到人們妒忌與憤怒。這一種感覺，以為是快樂，只是一條香煙的一種世俗眼光。愛上可以是墮落，為何這麼樣的墮落，情不自禁？